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嘅不是累累嘅节目。2年啊，大家都冇法度做得出國去旅遊，所以大家都到你台灣嘅島嶼嚟旅遊。今日大家在小解是做得教你上千、上力、上時間，做得去到國內來不了，很好從來嘅事情嘅教你用音代替好，所以今日咧歡迎你今屆旅遊拗音，其實你嘅943歡迎。大家好，我係943。大家好，我是943，就是省錢省力，還要省時間哦。耶，這個就是我們一定要講的 slogan， 對不對？對，省錢省力省時間。好，這2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古時候拜突希都滾回去了啊，所以大家都會在島內旅行。我覺得島內旅行，大家會發現說，其實島內旅行很棒，因為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地方，原來這麼有趣。不過，根本嘅 TP 同 Tega 的小嘅地方，就是出去玩是不是一定要住太重要了，对，所以但是我们一般就会去 Google 一些我们星等的或是非星等的住宿。不过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你熊都冇熊狗，走得大概提供，真的熊都冇熊狗，所以这就是你这一次要跟大家介绍省住宿。对，等等，我们客家人的美德就是省钱嘛，对不对？那除了省钱之外，还要带大家省钱省力，还要省时间。对，好重要。那怎么样省钱？旅行当中花费最多，当然就住宿啦。对。那所以这个神住宿就是要找那种很神的住宿，然後也很省，然後呢很省是因為與神同住。太有趣了！一開始看到亞本書嘅事情，你就會覺得說，哇，這個名字取得好好，神住宿是什麼意思呢？原來裡面是很多玄機的哈。我們是與神同行，有被告不告，對不對？不過這本書其實會出這個，其實是因為之前你也是出過類似的，對不對？你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嗎？好，這本2021年出的這本新書《神住宿》哈，其實它是我的上一本書2013的《來去寺廟住一晚》的延伸哈。那來去寺廟住一晚就是收集全台灣的很超值的香客大樓，但是它是民宿級或是飯店級的裝潢哈的規格。那這個今年就是除了香客大樓、寺廟以外，還多加了教會。那可能有人會覺得說，為什麼要去收集這個全台灣？為什麼要住寺廟啊？為什麼要住教會？哈，很大的一個重點，第一個它很超值哈，第二個就是因為它通常都在山明水秀的地方，就是風景很好啊，大家可以放空哈。那為什麼我會想要寫這樣子的書？就是為什麼要去住教會寺廟哈？其實要從2007年開始講起哈。那2007年的時候，我就去這個印度啊、南亞哈，去自己一個人去旅行。那旅行的時候就發現說，奇怪，為什麼當地人都把我當成韓國人，都叫我Korea，因為一般都會說甲胖啊，或者是什麼konnichiwa，對不對？然後我就發現說，原來是因為當時2007年的時候，韓國的國內旅行就比國外旅行貴了，就像現在台灣這樣，所以很多的那個阿祖瑪就整團到這個印度去掃貨啊，去旅行，所以看到我們這種東亞面孔呢，就以為是韓國人。那個時候我就想說，其實很多時候台灣跟日本跟韓國的這個社會現象，其實是過幾年就會發生這個日本跟韓國的現象。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想說，如果說日本跟韓國都是他們的國內旅遊比國外旅遊貴的話，那如果哪一天台灣也是國內旅遊比國外旅遊貴的話，怎麼辦？那個時候也還沒有這個外國觀光客哈，那我就想說，台灣的好山好水這麼棒哈，如果都沒有人去旅行，非常的可惜哈。那可是我能做什麼呢？哈，我也不是決策者啊哈，那我也沒有開旅行社，那我所能做的就是去收集便宜又大碗的住宿，然後讓需要的人去使用它，然後讓它活得下去哈。對。然後等到那一天來臨的時候，其實現在已經到了哈。然後我們大家想要去這個旅行哈，去各縣市旅行，還是有地方可以住哈。那所以我就開始收集了500元以下的住宿。對。然後但是在收集的過程當中，我發現哇，好多幾乎都是香客大樓。是。然後我就開始對香客大樓這個領域感到有興趣。那所以於是呢，我2008年的時候就寫了一篇叫做
做全台香客大楼住宿一览。那篇呢，到现在的点阅数已经累积到将近80万了。是，那可见这个市场是有这个需求，因为大家都想要住嘛。那为什么香客大楼会大家想住？就是因为它便宜又大碗。是啊，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这个很多新落成，它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就是阿公阿嬷的那种进香团啊，然后就暗暗的上下铺，没有，它现在都是套房啊，比方说两人床啊、双人床啊，或者是像民宿或者像饭店那样子的规格。那所以后来原神出版社就看到我那一篇，觉得很有趣，就希望我可以把全台湾的香客大楼精选一些很精致的，然后写成书。那于是2013年就写了《来去寺庙住一晚》。那因为这本书也是反应蛮不错的，所以原神出版社又请我说，能不能再写新的一本哈？然后是有包括教会的哈。可是因为前几年我都在各国飞来飞去哈，一直没有空写。缘分对。因为刚好这2年，因为全球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有这个时间搜罗一下国内所有的这样的神住宿。对，就是2020年，因为飞不出去嘛，好，但是我也没让自己闲着哈，所以就开始这个全台走透透哈，就把这个神住宿就是精选了全台湾13间的寺庙跟教会住宿，然后全部都是套房，很精致的，哇，很多甚至是饭店或者是度假村规格。我觉得很棒刚刚我听到943说了，13间哦，所以是精选，等于是意思嘛，感觉就是他已经帮大家过滤了、审核过了。我要回应943一下，就是我自己也很惊讶，因为 Q 年给时间，因为外景的关系，所以我们到那个美浓出外景，然后我们就到了美浓出外景，他敢去秀宫要住在哪里，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外景团队不可能住什么星等饭店，对不对？对。美浓也要看那边的可以提供的住宿有多少。后来这个同事就安排了一间教会的住宿，是吗？然后我就非常的惊讶，给公改一个时间，我觉得很惊讶。我们住在一个日式的和式的房间，非常的干净，就如同你说的山明水秀。我们单相按摇你哦，第2天早上，我觉得那个早餐真的非常的丰盛，而且干净整洁，然后整个环境非常的棒，还会有一些公共的交谊厅什么的。我是因为去年才知道说，原来不管是寺庙也好，或是教会有提供这样子的住宿，是供外面的人士直接去预定的。故说给木易同台港的分用这个神住宿，就是这样的一个动机跟精神出发，对不对？真的。刚943一开始就有公道，就会觉得说，你觉得现在的这个香客大楼，你可以台港兄给，好像就是上下铺，然后挤挤的，只是为了去度过一晚。所以这是我这本书有告诉大家破除3大刻板印象，对不对？你要不要讲一下？好，我最喜欢帮大家破除刻板印象，好，然后帮大家找出限制，就是突破限制的方法。比方说，大家都觉得国内旅游好贵哦，那我就想，那有没有方法可以让国内旅游便宜又大碗哈？那所以这本书要破除大家的3观，也就是说，第一个破除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香客大楼是不是都是旧旧暗暗的上下铺哈？是不是都是那种就是比较旧啊，然后老旧啊，然后可能有一些教会住宿可能像小时候去的一样，可能也都是上下铺啊，现在都不是了，现在都是很像民宿或是5星级饭店那种。好，那第2个要给大家破除就是其实就是香客大楼其实不像传统那样哈，也不是说你去住就一定要做早课晚课都不用，他也不会跟你传教，都不会哈。第3个就是其实教会住宿也不一定就是像大学生办活动那样，就是全部都是宿舍型的，它其实很有可能是有些甚至有这个游泳池，三温暖、烤箱哈，然后就像一个度假村哈，是养生度假村，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而且这个设备像5星级饭店，但是它的价格只需要3到5折。哇！所以为什么要住这个寺庙或教会住宿，就是因为它非常的省钱，具有我们客家人的美德。对，在这本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在南投，对，好像就有一个是教会的，是吗？对，听说那个设备非常的棒。对，我要这间其实要把它解释清楚，其实有点困难，因为它内容太丰富了。是。那如果我用一句话来
介绍它呢？它就是美国教会隶属的这个医院哈，其实就是台安医院，跟台安医院隶属于同一个教会的养生健检中心。那它就发展成，因为它是跟医院合作，也就是说医院如果有一些，比方说被医生诊疗出来说，你这很有可能会有糖尿病哦、高血压哦、心脏病、三高之类的。医生就会说，那你要不要去参加一个营队，去学习怎么样这个低糖饮食哈，怎么样煮饭，然后怎么样去做运动哈，怎么样用新的比较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参加营队总要有一个地方吧，你总不会在台北市吧哈，那总要有一个不错的地方，那所以就在南投这个地方，这个山明水秀，然后这个非常空旷，然后又有游泳池，又有什么烤箱的地方哈，那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些，比方说这个三高的病人、糖尿病病人，所以等于是环境非常的好，对。那其他有嘛改动长掉改晒皮，你聊下，等下长来讲。今日到报宇走在绕墙头，你讲你修改熬音，尤其上那种节目地图，告诉大家去玩可以省钱省时，对不对？对，还可以省力气哈。上台节目你讲到赌，你应该我们说那个一个类似像娱乐中心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就会发现，我觉得听你分享很棒，可以听到很多的故事，谢谢，很详细，这就是我想要做的，想要帮大家挖掘的。对，而且里面就像你说，去那边是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设备也非常的高级，真的，对。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南投的这个有点像养生村吧，哈，或者是像度假中心，或者像度假村这样子哈。其实它不是说就是病患住的地方，完全不是，它是很有可能会得糖尿病、得健康的人，慢性疾病，对，就是比方说糖尿病、三高，其实都是正常的健康的人啊，所以还会有游泳池什么，然后就医生建议说，你在还没有得糖尿病或是三高、高血压之前，去疗养一下身体，对，你赶快去学习怎么样这个饮食啊，或者是说做一些操啊，做一些这个体操之类。那所以我在这个里面呢，就碰到一个他曾经参加台安医院的这个营队，然后呢就把他从糖尿病的边缘拉回来。然后他已经70多岁了，然后他说他之前去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他之前去的时候有得这个退化性关节炎，一定每年都要打针才能走路。可是他去到这个健检中心、养生中心的时候，他去住的时候，里面有这个营养师跟老师会教他说，你怎么样吃啊，然后怎么样锻炼你的肌肉。所以他本来退化性关节炎都不能走路的，可是呢，他在那边慢慢每天调养啊，然后每天散步啊，然后训练自己肌肉。后来他就健步如飞哈。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走的像跑一样，而且他上楼梯哈是2阶当1阶爬得比我还要快，所以我实在很难想象说为什么他之前是退化性关节炎不能走路，所以他就是很喜欢那个环境，所以他后来营队结束之后，他还常常回去 long stay，所以在那个度假村很有意思，他除了有这个游泳池哈 SPA， 然后这个健身房哈，还有很多很多的按摩的设施，然后都是你只要住在里面然后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么好？对，然后而且房价不贵哦，房价如果你说像一般的饭店的度假村，可能要一个晚上6、7千、7、8千以上，可是它大概只要民宿的价格，大概就只要1房3而已。这样是多少钱？3000多哦。但是你里面的什么游泳池啊，或者是什么，它有快木桶啊、泡脚桶啊，各种的这个三温暖烤箱啊，好，然后这个还有各种的按摩的医疗器材、健检的器材，全部都可以免费。太棒了！所以其实思想就是上讲的，是讲你去到改变，当做我们说 long stay， 到改变聊一下，感受一下改变改，环境也是很好的，对不对？而且那边风景超棒，我觉得真的不输瑞士，超赞的。对，还有卡拉 OK， 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的，我都很想带家人去住。是，不过台大堂尤其是他们讲故事也是为地讲机收集资料非常的完善，你亲自去田调采访，
状，对不对？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很棒，你有很多的评比。像我这样翻到这本书，我就会发现说，哦，这边有一个 QR code。对，所以如果黑公大家有手机啊，你扫一下这个 QR code 就可以看到，像你刚刚分享那些好多很完整的资料，对不对？什么住宿的价钱啊，然后环境啊，然后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数据资料。对，因为这本神住宿是介绍住宿嘛，那当然希望大家可以掌握很多的住宿的资讯。那所以说，比方说交通怎么去哈，自己开车怎么去，大众运输怎么去，然后它的房型有什么，比方说这个是有 view 的或是没有 view 的。然后它到底里面有什么？比方说冷气啦、吊扇啦，哈，什么电水壶、吹风机啦，哈，然后什么有没有免费 WiFi 哈，然后有没有电梯？对，这个一定要帮大家调查清楚哈，你就把它当成这个订房网站来看。是，对。然后呢，我里面还有很多评比哈，比方说这个它的交通便利度哈，如果说这个大众运输没有办法直接到，我就只给2颗星哈。那如果说这个生活机能，比方说它里面没有吃的，或者是说要走到附近小摊子哈，或者是庙旁边就有小摊子哈，对，那这样就算生活机能还 OK。可是如果这个周边都没有吃的哈，那可能就分数低一点哈。再来就是它住宿是否舒适或干净哈？那像我们刚刚说的，它还有无障碍扶手，你就觉得哇，真的是一个这个医疗健检的中心、度假中心哈。然后它景观是否宜人啦，然后接待是否亲切啦，然后更重要的是，大家都会想说，哦，那我去住寺庙或是教会，我需要这个跟着做早课吗？或者什么？是不是一定要有那个信仰？对，不用，完全不用哈。那它其实一切都跟饭店几乎一模一样。其实它就是一个可以提供住宿的一个饭店的概念，只是你需要事先预约，因为它没有24小时的柜台。是，好，再来就是它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比方说它有时候会有门禁啊，因为它没有24小时的那个哈，所以就是有时候你可能要问一下，可能9点关门啦，哈，所以不能太晚回来哈。那有时候就是再来就大家可能会很介意，就是说，是不是不能带荤食哈？其实大部分道教是不会，那只有佛教哈会比较注意。那其实大部分其实都跟饭店一样，就是不能赌博啦，不能打牌啦，哈，然后少数有一些是就是禁止含咖啡因的，啊，其实那也无所谓哈。那其实大部分的其实都是很自由的。是。那再来就是有一些甚至是水洗，就是它没有一个定价。那有一些就是开感谢状啦，有一些甚至是投这个油钱箱啦，那或者是有时候就是这个入住的时候就直接先付，就可能会有收据啦或者什么。其实跟饭店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对，我必须说，其实赌推班出去聊，我觉得住宿是贵的。我觉得台湾的住宿是相较于其他的物价是高的 ，CP 值。对，比如讲推班改 shit 可能冇万贵，如果推班改带动贵，尤其赌推背。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一本神住宿很值得到台高的副英雄是因为这里面会介绍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对，它可能提供的是饭店的服务甚至设施，可它价钱只有2来上分之一。而且我觉得其实不同的体验是好的。香港从哪改？很因为我觉得环境啦。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换一下一个不同的感受，像这里面还哇洗涤身心有吗？对，你想搞银行出去挪北，走得看到山，走得看到水。对，好，我觉得这是傅一松长的为两本书改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我们刚刚讲到一个娱乐中心，对南投，对不对？感觉像是好山好水。其实台南也有，对，台南也有。对，台南是一个文化古都。我觉得到台南，你只要在那个地方就已经觉得吃已经很棒了，然后带来的那种文艺的气息、文化的古都的感觉就很棒。听说住也很特别，对，住很特别。其实我这本书，因为大家很喜欢台南，所以这本书里面很多的精选的台南的景点跟台南的住宿。对，那其中这一间很有趣，这一间它的住宿是0元。好，不用钱，对，不用钱，而且它很酷哦。它的那个庙里面，大家能够想象吗？关圣帝君的大殿里面，对，竟然有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变形金刚、钢铁人，然后这个绿巨人浩克，然后美国队长，哈，都是那种国外的哈，这个也跟关圣帝君一样是英雄。为什么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这种寺庙也求新求变？对，真的，因为跟新世代要接轨嘛，哈，所以这个就是。
你就会觉得这间庙实在非常有趣哈，这个有东西的英雄哈。那他为什么住宿陵园呢？是因为这个庙宇哈，他为了要这个服务社会，所以他就有在他们的空地有这个免费茶水区。是，那平常就是会有桌椅啦，然后就是大家平常民众就会去那里烤肉啦，煮火锅啦什么啊，就是会有这个棚子啦、桌椅啦，就是交易的地方水啦哈，就是你就可以露天煮饭吧之类的，露天煮火锅，大家这边泡茶区啦哈，然后它也有小卖部这样。那所以有一些呢，有一些人平常他会把自己的车子改装成他可以全家睡在车上，然后他就到处开着的那种，像类似露营车，对，那就车床族吧哈。那有一些这样的露营族，他们就自己自备露营用具，然后在他们的空地使用，那庙方也不会去干涉。好棒哦！通常露营都是要收费嘛，一个人多少钱，一帐多少钱？那它有具体的房间可以住吗？没有，它就是一个它提供一个很棒的露营地区，然后不用钱，对，不用钱，就是你用水啊什么之类，它不会跟你那个，对。那因为这个我们前面讲说，神住宿嘛，为什么跟神一起住宿？因为这个神怎么说啊？寺庙跟教会有很多的这个捐献，所以他也为了说要这个服务社会回馈，对，所以他不会说像这个平常饭店啊，它是盈利单位，他就必须有这个财报的压力，因为他要对股东交代哈，所以可能就是他就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说他可以用这么好的品质，但是他不用这么高的费用。哇，好棒哦！你看哦，你讲到厉害，我们就提供一个是很具体的5星级住宿，真的。第二个是有点小一 T 给我一张6。露营的这个营地的这种感觉，你看我等下讲到很推南，其实我北部也非常多，对不对？哈，你北部有讲到，比如说我知道像是台南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溜滑梯的，什么代天府溜滑梯？台南有一个代天府溜滑梯，然后你就很多的家人，他就因为他的这个代天府里面就有一些景点，比方说他有溜滑梯，然后是那种滚轮的哈，然后好像是全台最长的溜滑梯，然后还有一些景点什么天堂地狱，要带小朋友去就很好，你就直接在庙里面就有景点，然后它有香客大楼，直接学故事这样子。然后另外一间呢是有药浴的，在白河哈，就是还有3代中医师啊，有这个中医师的药膳火锅，这也是很养生。好棒哦！所以母亲节的时候他们就会塞车，因为就是它是素食的火锅，那很多人就带妈妈去吃饭，然后那边也是自己种的无毒的蔬果。是，大家就会想讲，你讲到都很难听，我推南北埔有哦，北埔没有哦，聊下，你等下怎来讲？因为绕墙头举起上那头节目地读到大家的副影响，哇，好不可思议哦！竟然我们国内有这么多的神住宿，对，然后而且真的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媲美5星级饭店。如果手语感内面那斗俩片呢，都要先学一句露骨谚语、俗谚语，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来这一句露骨谚语讲：芒斗冻结神诺然，30暗布很无钱。你可以略略猜到什么意思吗？芒斗冻结神诺然，还没有到冬节的时候，你就先搓汤圆。快要揭晓喽。到了30，就是除夕夜的时候，你就说你没有钱了。你还没有冬节的时候，就开始去做一些搓汤圆的这个行为，不要太快把钱花光嘛。对，没错。你们很适合，这是很适合我们今天的智慧，真的。对，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冬节都没有到，你就把钱都拿去吃汤圆了，你应该要到那个时候再吃嘛，对不对？到时候就没了。对，然后我们把钱都先花光了，容退的狗还有等到该上些俺不改时间，你讲到台大讲，怎么办？已经除夕夜了，还没钱，我没有钱去，就是什么年夜饭都没有了，然后就变得好像很穷困，所以意思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不是说大家要小气哈，这个意思是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对于预算要有规划，对，省钱的意思不是什么都不能用，是你是不是把钱花在刀口上，真的，对不对？所以金不一绕墙头举起上那朵俩片，那告台大讲，不能用钱，其实不是，是
你有没有把钱用在刀口上？其实你花3000块，你可以有5星级的住宿，真的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所以等下谁唠台家都会讲，台家第一下哈。芒豆冻接线诺然30昂不是黑毛钱，有没有很棒？我觉得这一句楼古念你可以放你以后未来的粉砖，或是书里面，对，你就跟大家讲说，除了神住宿，我也告诉大家一句，哈杠应该楼古念你。有没有很棒？很棒。谢谢943也是很捧场哈，给我动吼。我们上代节目其实讲到的是台南呐，或者是什么溜滑梯呀，我自己看了你书里面的分享，我吓到武德宫，真的太夸张了，你要不要帮我们分享一下？好，这个它其实在北港哈，那这个武德宫其实它是这个5路财神庙，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财神台湾的财神其实都是从这个庙分灵出去，也就是说台湾的5路财神的算主庙吧哈，那这个财神。当然是他掌管天下的钱银哈，当然有一定的气魄哈。那他的香客大楼是非常非常，我可以说，我自己去了全台湾的香客大楼哈，它可以算是目前是最奢华的第1名。我觉得我看到他房间的照片，我觉得那就是高级到不行。如果他不是因为在庙旁边，大家一定没有办法相信他竟然是香客大楼。好，那怎么形容呢？就是好，大家想象一下自己住过最高级的那种饭店。然后当然因为这个饭店是没有游泳池的哈，然后这个一般的这个大小，不是说像那种有客厅啊，然后佣人房的那种哈，就是一般我们去住的套房哈。那你现在想象你住过最高级的5星级饭店，它里面有什么呢？哈，比方说它有门禁卡，然后有独立筒的床垫，哈，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这个干湿分离啊，哈，或者是说进口的这个洗润发精啦，哈，矿泉水啦，红茶包啦，哈，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艾草的冷制手工皂啦，哈，然后或是这个通常5星级饭店都会有浴袍，对，大家可以想象香客大楼竟然有浴袍吗？是，对，很夸张。然后可是这个浴袍呢，它不是像我们去住日本的小商旅，它也有浴袍，可是那种是薄薄的，对，它不是像一般小商旅的薄的浴袍哦，它是那种5星级饭店那种才会有的那种很厚实的浴袍。是，然后再来，浴袍也没有每个饭店都提供，真的哈。然后再来，除了浴袍以外，它的浴巾呢是跟涵碧楼同一个等级，怎么可以？浴巾哈，怎么可以？然后我们还讲完哦。再来就是它的这个拖鞋，我们通常一般去住饭店，哈，了不起就是这个不织布的拖鞋，对不对？那它不是不织布的拖鞋，它是毛巾布的拖鞋，怎么可以？而且是厚的毛巾布，这真的是5星级的饭店才有的条件，真的。而且啊，我要说，它不只是5星级哦，因为5星级有分很多种。对，它的这个毛巾布的厚度跟精致度呢，像我在欧洲住到的那种。足球明星会去住的，或者是英国皇室会去住的那种等级的5星级饭店的毛巾布的拖鞋，为什么讲的好像等一下就可以去？对，然后但是你只需要花民宿的价格，台湾民宿的价格，你就可以住。可以透露多少钱吗？大概1间3000多。哇！哇哦，对，好便宜哦，2个人嘛，对不对？对啊。然后我还没讲完哦，是刚刚说的，就是比方说门禁卡，对不对？一般门禁卡就是自己的房间，好，是。那它的这个门卡呢，除了这个大门哈，然后自己的房间以外，它电梯又有再多一道。就是不同的楼层的人没有办法跑到你的楼层去，哈，这个是安全的，这个是真的要很高级的饭店才会顾虑到的细节。然后最近大家都很注重那个防疫嘛，哈，那就是它除了一般的这个酒精擦拭消毒以外，它也有一个跟长荣桂冠酒店同一样方式，哈，就是它用这个臭氧机全室消毒，就是那个臭氧机它会把那个整个房间的空气，然后就烟雾弥漫这样，然后全部都臭氧机把它消毒哈。那这个不是每个5星级饭店都会用臭氧机这种方式哈。然后再来哈，它的这个
比方说他的这个房屋清洁，他是请这个之前喜来登的主管，就是他的担任这个技术指导顾问，也就是说他的房屋清洁的 SOP 其实是跟这个5星级饭店其实是同步的。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那个插座也很多，好，然后它的还有这个 lounge， 也就是说一般如果去住5星级饭店，它会有一个起居室吧，没错，就是它有可以给你看书啊，然后喝饮料，小朋友跑来跑去的时候，有一个可以让小朋友去的空间，对，然后可以有故事书可以念给他听，然后可以喝咖啡，然后它那一间呢是有点心，比方说附近，比方说玉珍心啊、玉珍斋。特制的那种点心，好，然后附近中部的这个老字号的零食，然后你还可以煮火锅，然后可以在那边喝咖啡，然后就是一个 lounge bar， 然后是只要是住客就可以免费使用的。然后我还没讲完哦，在它的1楼门口有大大小小的脚踏车，大人用的、小孩用的脚踏车，免费借你。借你干嘛呢？你就可以去有一些散心路线呐，对，就可以去吃、去逛北港的小镇哈。然后他还免费的印了一张北港美食地图，用在地人观点要告诉你说，哎，这一间是干面，然后这一间是，然后说北港很有名的就是面线糊，然后还有这个油饭，他告诉你说，哎，哪一间是在地人会去吃的，所以你都不需要这个很多的费用，然后也不需要花很多的力气，你就可以在那边，然后得到很多的资讯，然后就是觉得很宾至如归的感觉，对，是不是很省钱？是，他有喜山没有小改，是会觉得哇，你真的很喜欢这里这一间，对不对？因为所以迫不及待把所有的细节一定要赶快分享给所有改用亲朋友这样子。对。然后刚才台港美入口农机改小便也都非常的棒，哎，我觉得这一间。而且它是财神庙，可以求财，对不对？这个好像是重点耶。对，我们搞台尬的相关哇，所以其实这本书还有很多秘密、机密在里面。机密到台尬都分享也只是几间，我们觉得可以，就是今天不同类型到台尬都分享。哎，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你的粉专有不定期的资讯更新啊？对，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个国内外啊，现在就是国内嘛哈，对，想知道国内旅行的一些超值省钱的方法哈，省钱省力省时间的方法，其实可以上我的粉专哈，就是 FB 的粉专，那我就会定期分享，比方说最近有这个什么补助啊，哈，旅游的补助，或者是说有哪一些新兴的景点哈，特别好玩啊，特别省钱，或者说有哪一些优惠哈，都可以上我的粉专。那怎么上我的粉专呢？就是搜寻943哈，就是就是省的意思啊，请大家记得不要打成543哦，这样大家会找不到哈。那943就是省的超值好康分享团，那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国内旅游或是国外啊，以后国外的这个各种超值的资讯，或者是说哪里有好吃好玩啊，都是非常省钱省力又省时间的。耶，太棒了！因为东方鱼走在绕墙头，尤其上那个节目地读到台高对小改今年出改新书，就是你讲神住宿对不对？然后自省费松改丰富，还讲大家还地走在送去改粉砖以插孙，所以今天东港桥对多两片，下次有新资讯还是要来哦。好的，港桥台家好，睇你下嚟做认同了。中意福喜樂呢屆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樂呢屆免數傾站，還有體驗啲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讓呢個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